呢個係我由擺市集到搬入地鋪嘅故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hristy，一個努力經營緊自己品牌嘅香港女仔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都投放咗好多時間喺建立自己嘅品牌上邊，不停地擺市集。不過其實由2022年開始讀書嘅時候已經有擺噶啦。2025年第四季開始，中環街市、愉景灣、尖沙咀 K11 廟司都係我經常出現嘅地方，一直都有用相機去記錄自己一路以嚟嘅心路歷程。由2025年6月得139個人 follow 我，到11個月之後嘅今日，2026年5月已經有8000幾個人 follow 我，真係好感謝大家一路以嚟對我嘅支持，亦都認識咗其他品牌推出合作嘅活動同埋產品。今年1月我就已經達成咗2026年嘅目標，就係搬到有屬於自己嘅空間，冇諗過直接係成間鋪頭。我一開始仲以為係細細地樓上嘅工作室。有呢個機會嘅原因係因為一個我本身唔可以參加嘅聖誕市集，因為我唔記得咗報名，但係1個星期之後竟然收到主辦嘅邀請，銷量亦都係創新高嘅。最後一日仲俾隔籬嘅檔主問願唔願意搬入嚟西營盤嘅鋪頭，我一睇就知道係啦，因為呢度竟然有張吧台，就係我心目中想做香水吧嗰個樣。二話不說咧就應承咗佢哋啦。1個星期後咧就直接搬埋入嚟呢度。雖然完成咗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，但係我都知道自己可以再走得更遠，堅持做自己喜歡嘅事。希望我嘅品牌可以為大家帶嚟生活中嘅一啲喘息。想知道我之後嘅動向就可以 follow 我同埋我嘅品牌 November。偷偷話你知，除咗香水之外，我哋之後仲有其他嘢賣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